他们是重私仇而忘大义。像他这种人，稍微加点诱惑，就很快倒在我们这一边。这么一来，陈真就会腹背受敌。他做梦也想不到会死在自己人的手里，真是太高明了。报告。天启先生，谁送来的？一个女人。人呢？已经走了。啊？朴红？好，我来开门。英姬，英姬，你跑到哪儿去了？这一阵子，我很担心你。我不是在这儿吗？这次多亏了多福和公主，如果不是他们，我们以后恐怕再也见不着面了。多福，谢谢你。长平，多福怎么了？公主为了救你，被你父亲的人杀了。英姬，听多福说残图在你手中，是不是？我把残图交给了朴红，他说他要用残图引出我父亲，为傲雪姐姐报仇。你想怎样？今天就是你的死期，这里就是你的墓地。朴红，天晴呢？跑掉了。这些交给你。二叔，都已经准备好了，您说下一步该怎么办？回家。如果现在送他们走的话，估计天气会查得很紧的。李汉，哎，师傅，我看找李汉帮忙行不行？对。你找我来有什么事吗？啊，李探长，我又有事要麻烦你。我想请你帮忙送奥长平和英姬离开江城。日本人现在正在找他，你怎么跟他搅在一起呢？
这件事比较复杂，我没时间跟你解释，请你尽快帮这个忙吧。现在各个路口查得很紧的，恐怕很难出去，所以这件事只有你能帮我。你现在就照你说的办。又给你添麻烦了，真是太感谢了。真真，我敬佩你，为了你，我李汉可以赴汤蹈火。你过去，等。站住！走，你停下，走，你站住，走，快走，走，站住！走，站住！走，检查，走。哎，干什么？我的官。哟，这不是吴大少爷吗？有什么吩咐啊？他是干嘛的？我们是奉命来寻找一位被绑架的日本妇女的。我没被绑架呀。啊，对不起，请。站住！请这位女士把帽子摘下来。你是谁？大少爷，这位是日本领事馆的警察吗？告诉他们，这里不是日本，我姓吴的不会买他们的账，让他们马上，现在就给我滚！玉林先生，不要弄得太过分了。不行，我必须要看到这位女士的脸。混账！信不信我杀了你给警察看？走！哎，别这样！哎，这位先生是大帅的侄子，你惹了他，你在江城是没有好处的。摘下帽子。永田先生，你自带枪支，快把枪收起来，不然我就逮捕你。我不管，我一定要看。叫你们的人把他们给我赶走。哎，他们是来给我送行的，不可以吗？哎，永田先生，大帅是非常厉害的，你敢告诉他，我可不敢。好，来，给大少爷送行。大少爷，请。同学们，我们一起走吧。永田，江城我们已经都搜遍了，你认为英基会跑到哪里去？英基在江城没有什么朋友，倒是奥长平这个小子，我认为很有可能去投靠陈真了。有道理，非常有道理啊！陈真是不好对付。永田，我想请你父亲到江城来，帮助我们除掉陈真。那好，我这就写信告诉我父亲。我到海关报关，意外发现日本人有货运到江城，而且数量大，有2卡车，
我估计又是矿石。那么货是从什么地方来的？从东北来。东北？那我想不会是矿石。我猜日本人又在搞什么花样。管他搞什么花样，这件事一定要查个水落石出。不过，到底从什么地方入手呢？我去找李汉说一下。好。身上装的是什么？是服装啊，我们要检查一下。先生，你说车上有军需品，消息确切吗？啊，长官，你不要心急，我保证你今天肯定会有收获。永田，李站长，这是江城日本商人的正规产品，你凭什么检查？我们奉上级的命令，搜查走私烟土。好了，没事了，没事了，放心。哎，快走啊！着什么急啊？车还得预热呢。刚停下就预热啊！好，马上就走，马上就走。快走，快走！弟兄们，封锁路面，不要放走一只苍蝇。是。快点，快点，你去那边。再见了，李团长。永田，你不要高兴得太早。弟兄们，走，看热闹去。走走走。开枪示警！这帮混蛋，转道回去。走。阿牛啊，第二车确实是军火。天心先生，什么事这么慌张？我们的军火被军队没收了。什么？这件事军队怎么知道的？我也不知道。不过当时我看到陈军也在场，
肯定是他通风报信。陈真，对，好小子，看来是该我们交手的时候了。老家，我口述你写，我非要把小日本的政治阴谋给捅出去。哎呀，开什么玩笑啊！你一个警察局小小的探长，我是晚报小小的主笔，有几个脑袋敢跟日本人作对？我刚刚劫了一车日本货，现在证据在我手上，我怕什么？探长大人，你得替本报20几位编辑、记者同仁和他们的妻儿老小想想，万一捅了马蜂窝，你让他们喝西北风去啊？这么说，江城成千上万老百姓的生命安全，你就可以忍心不管不顾了吗？李探长，求求你不要吓唬我好不好？我看你是敬酒不吃吃罚酒，你写不写？我写。可是我写什么呢？你给我听着，日本人在江城合作办烟厂，纯属别有用心。江城的老百姓就坐在一个火药桶上，警方惊爆了一个绝密的黑色阴谋。我的妈呀！但愿这不是你杜撰的吧？你写吧。我李汉行不更名，坐不改姓，按照你们的行规，就是文责自负。好完了！日的军火，江城出现神秘军火。好完！注意！你看，日本人运军火到江城。哎，日本人运军火到江城干什么呀？我哪知道？再看看吧。按照贵国的法律，陈真杀人，按法当捕。那个李汉身为探长，勾结凶犯，执法犯法，还编出弥天大谎，诬陷我日本侨民走私军火，引起国际舆论一片哗然，而你们不明真相，和百姓一起起哄，直接损害了两国的邦交和人民的亲善。请问市长先生，他们不该承担这一切严重的后果吗？田启先生，你指的严重后果是什么意思？莫非还要把中国当成日本的保护国吗？你们这么说，就算是宣战了吗？好，我告诉你们，江城60万的居民，个个都是勇士，都会跟你们血战到底。哼，既然如此，我们之间也就没什么好谈的了。二位，你们这样出去，我不保证你们的人身安全。哎，有话好好说嘛。本人作为烟厂的厂长，亲自促成中日合作烟厂的开工建设。可是万万想不到啊，贵方竟然偷天换日，瞒天过海，在众目睽睽之下搞起了厂中之厂，意图生产杀人武器。这件事情你们必须要说清楚，否则我钱某人岂不成了辱没祖宗的千古罪人吗？怎么，连钱老板也相信这样的无稽之谈？
天齐先生，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呀。我差一点儿就让你们生产的炸药给炸死，荒唐！诸位先生，我不是军人，也不是科学家，只是对烟草加工略知一二。生意人纯粹是为了同钱老板和诸位共同开发江城地产烟草工业，从来没有听说过有什么什么蛋。请问在座的有谁见过？请告诉我，这种蛋是什么样的？长的、短的、圆的、扁的？笑话嘛！哼！你少跟我装蒜！你的炸弹就藏在烟厂的地下仓库里。市长、局长，只要你们下令，我立刻把他们的炸弹和生产线一锅端出来。妙啊，妙极了！这也许是我有生以来听到的最精彩的，也是最离奇的天方夜谭。好吧，市长先生，本人欢迎你们各位前去参观指导。我们毫不保留，你们想看哪儿就看哪儿，而且还有一批西方大国的知名人士组成的国际联盟调查团和记者采访团与你们同往。钱老板，这举动不小啊！我看咱们是不是将本厂最好的手卷的雪茄拿出来供大家品尝啊？那是自然，那是自然。天齐先生，学生们在领事馆前游行，要求严惩偷运军火的人，而且领事馆已经知道我们在江城有一支秘密的部队。是啊，当初伤口的苦衷，我现在有所理解了。天齐先生，我认为我们现在绝对不能灰心，绝对不能让一个陈真阻挡住。英基有下落吗？跑到香港去了，给我写了封信，骂我。写信骂你？他这是背叛。也许是我太过分了。永田君，爸爸，是爸爸。爸爸，你终于来了。怎么，你们都受伤了？是陈真所为？是啊，江城的刁民这么多，连田七先生都被他们所伤。对，陈真真有这么厉害？正像你们信里所说，不把我们日本武士放在眼里？是，永田君，陈真这个人非常狂妄，武艺高强，所以我们很难对付。我就不信。快讲！
刘怀甲在哪儿？我在这儿。你来干什么？别害怕，我是来送封信。陈真呢？我看陈真是没有胆量出来了吧？天下已定，江城就是我天龙帮的天下。跟着我，荣华富贵，兄弟共享。我还是那句话，我有的你们就有。我们誓死效命，三纲六纵，抛头洒血，在所不辞。职位既定，分头行事。是。田七先生，我已经调查清楚了，山口是被任天行所杀。什么？千真万确。马凯。哦，对了，现在任天行就在厅外，说有重要的事情要向您汇报。请。天启先生，任帮主，什么事啊？陈真没走，现在他还在城里。哦，你为别人的事这样的尽心，真让我佩服。任帮主，我向你打听件事，你讲吧。在江城，陈真最亲近的人是谁？多胡，他们名为师徒，感情如父子。好，你就利用多福，让他骗陈真比武。好。师傅，任天行说这事儿很重要啊。哎，师傅是往那边走啊？我根本不相信他的话，他肯定还会用阴谋对付我们。哦，哎，师傅，阁下就是陈真吧？多年来一直耳闻阁下的大名，一直想与阁下切磋武艺，习武结缘，这次是机不可失，特来请教。如果你今天是来跟我比试武功的话，那你找错人了。我只是略懂一二而已，都是些雕虫小技，而且今天又有要事在身，你请回吧。人说陈真武艺高强，今日一见，不务虚名。我来就是要与你比武。今天你要是不与我过几招的话，你就休想离开这里。既然你今天这么咄咄逼人，那我就勉为其难了，让你见识一下中华武术的秘密。你们俩退下。嘿，嘿，呀！退呀！哎呀！
晨晨，我今天终于领教了中国的武术，果然名不虚传。你今天有事，改日再来请教。师傅，咱们赶快走吧。田七，没想到你这么卑鄙，竟敢用奸计把我骗来，为你杀一条好汉。你错了，他算什么好汉？我叫你来，是想试试你。试试我？那你的意图是什么？陈真是我生命中的一个大敌，我们可以说是棋逢对手。所谓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你只是我这盘棋上的一颗棋子。原来你只是试探一下而已。没错，可惜这盘棋已经结束了，残局你自己收拾。我是杀不了他，可我杀得了你。哼，你真的这样以为吗？你为什么不用刀？难道你轻视我？刀是很原始的，有枪不用，岂不愚蠢？啊！你看是刀快还是枪快？你赢了。虽然是你赢了，可是你让我看不起你这样的日本武士。哼！不除掉陈真，我在江城的使命难以完成。还是那句话，干掉陈真还得靠任天行。大哥，你真要这么做？怎么？有什么不妥？大哥，我觉得你今天把陈真毒死，真是不对呀。有什么不对的？陈真得罪的是日本人，你知道吗？就算我不杀他，日本人一样要杀他。再说我这样做，也是为了我们天龙帮的兄弟呀！啊，大哥，我大头虽然没有读过书，但是也懂得陈真对付日本人是为了爱国。有没有陈真无所谓，我们天龙帮一样可以把日本人赶出去。我们这么做也是对国家对江城有好处嘛。但是陈真是你的好兄弟呀。你这么觉得？如果他拿我当好兄弟，就不会跟我抢傲雪。哎，大哥，不要再讲了。我今天叫你来，本来想让你帮我杀了他，没想到你帮着他说话。大哥，我不是这个意思。好了，你先回去吧。大哥，我来吧。大哥，天行呢以前做事糊涂，还请大哥原谅。小弟敬大哥一杯。天行，本来我是不应该相信你的，但我们毕竟兄弟一场。好，过去的事情我既往不咎，但你必须好好反省。是啊，大哥说
说的是。来，大哥，小弟敬你一杯。来，大哥，大头，大哥，原来你们在这儿喝酒啊？你来干什么？哦，我敬阿烈大哥一杯吧。阿烈大哥，我敬重你重情重义，但是要看对谁。大哥，我跟了你这些日子，在你身上学了很多东西，但是我做不到，我很惭愧。今天趁着你为阿牛哥敬酒，我什么也不说了，来，我来敬你一杯。哎，大头，你是不是喝多了？走，跟我出去。大哥，你不但不帮我，还怪我的事。大哥，我对不起你。当然，你就不应该跟他说。哎，大头，你怎么了？怎么全是血呀？啊，他喝多了，撞墙上了。哎，大头，我们走。哎，走。哎，怎么回事？你问我，我怎么知道？找师傅去。啊。陈真不出，我无宁日。天龙帮早晚就毁在他的手上。帮主，只要你一句话，我上去就干掉陈真。你们看现在是什么气候？国术馆已成气候了。陈真，我要让他死，死得比霍元甲还要惨。大哥，这事交给我办。陈真再好的武功，他也躲不过子弹的。我一定把他打上千百个窟窿。好。这件事我交给你办，我一定让他死。局长，请你多给我些人马，让我抓陈真。哎，那你为什么要这样呢？现在陈真的处境很危险。我明白你的意思了，是想保护他。谢谢。哎，我要见田七先生。哦，跟我来。什么事啊？残图在陈真手里，据我所知，他马上要走。要走？哎，快！出发！
陈真，我看你今天往哪儿跑？站住！陈真，你被逮捕了。站住！这个人我要带走。你凭什么？他绑架了我的女儿。这个人交给我。你以什么身份？我告诉你，这是中国的领土，不是日本的租界。哼，无论怎么说，我的枪比你多，把他交给我。我告诉你，你就是把我杀了，我也不会把陈真交给你。你好，陈真，你先走。师傅，快走，快，师傅，走。射击！李探长，李探长，李探长，你比我们重要，李探长。二叔，为了民族大业，我求求你了，走吧。对，要杀我们。好，成全你们。留下这两个活口，陈真会来救他们的。啊！勿论国事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人人都应该关心国事。日本人公然在大街上出动大批人马枪杀李探长，商会应该采取行动了，必须采取行动了。钱会长，刘会甲和多福也被日本人抓起来了啊！狗田启，不得好死的田启，有本事把爷爷放出去！你们这样把爷爷关起来算什么本事？甭嚷嚷了，把那精神头给留着点。哎，你说这还不知道要关多少天呢？啊，你照这样叫下去啊，3天就完了。哎，我还告诉你，甭3天，咱们就打个赌吧，出不了24小时，师傅准救。